就来看这台兵车的战车，是陆军轻型的战车。美国制为1958年开始，国军接收700多台。有人质疑，这个战车使用超过60年了，为什么也未淘汰呢？是不是就是战车伤过老旧，造成意外？有一位为这种战车退役干部讲，这个转换的时阵车速伤紧，或者是机械故障，拢有可能会造成兵车。真正原因爱过调查。陆军金防部这架 N41A3的轻战车兵车造成1死1伤的意外。这种美国制造的战车自1958年以来，国军接受700架，目前只剩少数伫陆军活动单位继续服役。这届发生兵车意外，有外界咧怀疑讲，已经超过60年的战车为怎样那样利用？有退役的干部表示，考虑到作战的需求，这种轻型的战车伫小金门这种阵地较小的所在，比较较好发挥。作战需求为主要考量，小金门它本来地区就小，第二个道路也小，作战区域有限，所以不需要使用中型战车。那讲到事故的原因，在洗碗的时阵车速收过紧，或者是机械故障，拢有可能造成兵车。在转弯处车速过快、机械故障，任何一边的履带没办法驱动或失去动力，一边失去动力，一边还有动力，就会造成向另外一边倾斜，导致翻覆。军事专家建议，对这种老医国旧的战车，都应该加强检查加保养，并且提升士兵的技术，才会当降低发生危险的几率。